중间给本地跟那中间帮那个是差的误区什么东西对战，这样差的误区什么这样，大概是那这个来个就没有嘛，我那个当地我呢在这个这个我呢产生的些地呢，人们这个目的都会到我讲。甚至吧，今天个目的包括在这人员云南的好吧，芒果节，那这个边上竹锥的双脚的鸭子，那时候今天这个呢，前期那个小娃长得马色，马上说区区这个我呢，下成些点呢，区区这样就是中国全用的我呢，现在这个中国里面，中国区区，多数一些点呢，他是说这个。师兄弟干那么心多他说中国上的儒教这个佛教这个男性的道教，那个里面全部那个松，现在个男性个当男子的这个里面的电视节目观点，那个我当时这边。苏军的开始下大王的前来管理，现在是两说，立足中华队呢，人类的定呢也来查，区路的定呢也来查，这个部门呢在那上，内蒙部门在那上，但是区别的呢，就在那个这边讲，生活多啊，这边讲大区呀、做会呀，现在是啥都有的，现在一讲这都立足中华的，你呢，或者各地去学呀的，这个。或者这个经济学院培养的，但是甚至看到没有的，拿甚至我们经验，真的是老外有时候。